我这广播的他写的了呀，哪个瞎子演着呢？有嘞，他提前的就忙的，第七档的那第七档时间到了。哦，我的第七档。早卡档，不能那时间档没加卡档档过来，哎呀没有嘞，地名不样，土人地不样，因为超市家的生的他，点的吃的路档，一般就路档过来，你看个这，点那这个肉不个样，肉不适当嘞，那么呢，到时候点都搭地去了，点都搭地去烤油嘞，有。答他了吧？有没有的写你们就嘞？哦，写了不看个这？看个的看样嘛的。那一下我就不是当了的。的了破贝那拉松一道，你了满大瓦的干嘛拉松耶？你了满大瓦的干嘛拉松耶？松的了地面那拉松一道，打了的西的姑的拉松耶。打了的西的姑的拉松耶，打起来。所的了手背那拉松耶都，变了木帕马的着不那手耶，变了木帕马的着不那手耶。所的了苏贝那了松也都，就是呀木家了就吃就那松耶，就是呀木家了就吃就那松耶。所的了苏贝那了松也都，给呀木嘎了那个松那松耶。给呀木嘎啦那个松那松耶，松的那了皮皮那了松耶都，扎了长的在的那皮耶，扎了长的在的那皮耶，松一都得木一的了床的啦切耶。切住当一肉来一个沙拉罗耶，我打报道上安路的。你啥个？有你安就。吃不拿嘛的。你我吃几三？我的偏都有了我呢。我们基本上有那个等到有嘛的没？只要有嘛的。安了这个。网友朋友们，您看，我们今天不仅听了优美的公布歌曲，而且品尝了我们灵芝地道的公布美食荞麦。